行政長官何厚鏵話：明年會重點研究對單親家庭以及在職貧窮人士嘅輔助政策。特別注意到咧，而家大家所講嘅一啲叫兩種人啊，所謂弱勢社群就係基本比較相對低收入嘅家庭。你將個免稅額提高，佢哋得益唔到，因為從來佢哋都唔需要俾稅啊。咁喺呢方面咧，我哋都會下一步咧，但係今次喺施政方針我哋冇詳細考慮，但係下一步都會考慮一啲方式咧，讓我哋分享經濟成果。但係呢個要好審慎，你總係唔可以因為經濟好咗，公共財政收入增加，政府就隨便派錢。佢指出，雖然現時對單親家庭同在職貧窮人士未有好具體嘅輔助方案，但政府喺明年會作重點嘅研究，明年亦都會維持政府部門嘅服務收費同手續費不變，減輕市民面對通脹嘅壓力。